来看国际的消息，印度出名的观光景点果阿遐有一间夜店，伫咧12月初六半暝烧起来，至少有23人来死亡。也警察判断讲可能是瓦斯桶来爆炸，不过事故详细的原因要来调查。另外一边伫咧澳洲遐，因为讲气温上过悬，有热流来做小影，所以北部沿海地区野火烧爆发生至少75件。 印度这个观光地点果阿，这个夜生活加白色的海沙堡正出名，每年都有几落百万游客来吃。当地著名的夜店，却伫透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3个人死亡，所有的尸体拢已经找到，大部分拢是灶卡附近的员工，抑个一寡观光客。警方讲，初步看起来敢若是灶卡的瓦斯桶爆炸，但是要该进一步调查原因。 कभी नहीं होना चाहिए वो वजह से टूरिज्म स्टेट में जो इलीगल्स या विदाउट परमिशन इस तरह के जो चलाते हैं और इसी में जो फायर इंसिडेंट्स हो इसी के कारण यहाँ पे जो इनके स्टाफ और एक 3-4 टूरिस्ट जो अंदर थे। 另外，伫澳洲雪梨北部沿海，因为天气正热，到即马已经有超过75件森林野火，造成至少12栋厝被烧害。 就连伫咧新南威尔斯州的国家公园也受影响。警方讲，即马大部分的火已经控制，不过风正透，而且温度强要到40度，所以接落来几点钟久内将会是危险期。 Well, that's being managed or fought with 300 vehicles currently deployed by the RFS across New South Wales. Over 1,100 deployed firefighters on the fire ground as we currently speak, and there are 9 aircraft that are working to contain the blazes on the New South Wales Central Coast. 当地气象预报员讲，温度悬，而且个透正强的烧风是造成森林野火主要原因。伫咧澳洲，若到热天的时阵，就常常会发生几落件野火同时伫咧炭烧的情形。公司新闻深入配编写。